時間。數碼地面電視啟播之後，電訊管理局收到5宗投訴，指模擬信號嘅接收差咗。而有啲有線電視嘅用戶就話收睇唔到數碼電視。黃大軍報導。住喺半山嘅林小姐所住大廈改裝咗公共天線接收數碼廣播，但本身係有線電視用戶嘅佢仍然收唔到新嘅數碼頻道，而冇安裝有線電視嘅鄰居就收到所有標清同高清數碼頻道。梗係失望啦！你樣樣買晒，你整好個機頂盒㗎啦嘛，諗住裝好機頂盒，駁好晒線咁之後卒之都睇唔到。電訊管理局指部分有線用戶並唔係接駁到公共天線系統，而係接駁到有線嘅天線系統。有線電視都係承諾咗話係免費，係同呢個大廈業主將嗰個信號咧係互連。有線電視唔做或者係慢嘅話，你可以通知我哋。住喺慈雲山嘅毛太就遇到另一個問題。數碼廣播開始之後，喺房嘅電視傳統模擬信號接收差咗，但客廳嘅電視就冇受影響。20幾彩啊，唔止7彩啊，電視花到不得了，成日都轉嚟轉去，哇！嗰啲光環嚟㗎，根本係睇唔到。電訊管理局至今收到5宗市民投訴，指數碼廣播啟播之後，接收傳統模擬信號比以往差。局方話可能係改裝天線嘅工序出問題，建議市民聯絡管理公司揾承辦商檢查系統。電訊管理局話，數碼同模擬頻道所使用嘅頻譜同埋功率都唔同，而佢哋由舊年7月測試到依家都冇發現有互相干擾。無線電視記者黃大軍報導。